推动玻璃镇社区永续计划，增加社区在地食物的运用。玻璃镇公所邀请老师到社区教社区的人用食物来弥补。 为了社区营造课程更加丰富多元，玻璃镇公所邀请老师纪碧云来教大家用社区的食物和布料来学编装弥补。只要是在我们的花园里面，或者是大家在路边看到的野花野草，都可以拿来试试看。这摆社区的培训课程，请真侪干部和志工来学，因希望未来回到社区会当开办弥补的课程。社区现在也想发展一些 DIY 活动，就是鼓励大家进来参观，然后有一些课程。那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到这里来学习，就是做染布类的东西，觉得很有趣。透过培训的课程，未来在玻璃镇各社区都有弥补课，让民众唔来当学到弥补的功夫，嘛加熟悉到真侪食物的知识。